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林永津。華南沿岸啦，今朝早係受到一股東北季候風嘅影響㗎，而大範圍星雲圖亦都會見到啊，華南沿岸咧天色係大致良好嘅喎。咁今朝早各區嘅氣温啊係介乎喺21至到24度左右。咁我哋預料啊，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之後幾日啊繼續影響住華南㗎。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天晴啊，日間乾燥同埋炎熱㗎，市區最高氣温會上升到29度，而新界係會再高1-2度嘅。風方面啊，就會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，今晚離岸嘅風勢會係清勁㗎。咁再睇一睇大範圍星雲圖啦，會見到菲律賓以東啊係有一個超強颱風鳳凰㗎。咁今朝早5點嘅時候啊，鳳凰啊就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啊大概500公里左右嘅。我哋預料鳳凰啊會喺今日咧繼續係移向呂宋㗎。咁隨後咧就會進入南海嘅東北部，然後咧轉向偏北方向移動嘅，大致咧會係移向台灣一帶㗎。咁當佢喺移向台灣一帶嘅時候啊，就會受到季候風嘅影響而逐漸咁減弱㗎啦。咁我哋又受到季候風同埋鳳凰嘅共同影響底下，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啊，廣東沿岸風勢會係頗大，天氣稍涼同埋海有湧浪嘅。咁所以展望方面啊，我哋就預料之後嗰2-3日啦，海咧都係會有湧浪㗎啦。而星期一同埋嘅日間嘅時候啊，就係炎熱啦同埋乾燥嘅。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嘅時候啊，天氣就稍涼啦，風勢係頗大㗎。咁今朝早天氣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。